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4月29號星期二啦。琴日出咗條片呢，係講耀才證券會賣盤俾馬雲啦。反應比我預期好喎，即係相信大家都得到大家支持啦。我亦都見到唔少朋友觀眾嘅留言呢，都係即係對我嘅支持啦，再次感謝大家。我哋見到耀才嘅股價呢，喺星期二繼續上升啦。似乎市場都係憧憬呢，喺螞蟻即係馬雲嘅帶領之下入股耀才呢，都會有更進一步嘅發展。但係呢個大家都要小心啦，因為始終呢，香港嗰個證券行業呢，嗰個競爭呢係相當之激烈。到底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做到當大家都喺度割價減價求售嘅時候，到底未來嗰個表現會係點呢？星期二今日呢，想同大家跟進下匯豐控股嘅業績。我主要呢都會想講一啲主流傳媒呢係比較少提及當中匯豐點樣評估關稅戰之下影響到底成個銀行本身嘅帳目啦，以至係未來經濟環境，因為經濟環境改變而令到匯豐未來嗰個經營狀況會出現咩轉變呢？今日想同大家仔細啲留意下，所以我形容今次嗰個標題呢就係魔鬼在細節啦。我哋見到匯豐今次出嘅業績呢，面數係比預期好嘅。我見到呢，主流媒體呢都係主要集中呢講佢嗰個盈利表現。雖然第一季稅前盈利少賺咗2成半，但係都好過預期啦，股價又反彈啦。另外就係派息10美仙，加埋市場好關注嘅就係有30億美元回購嗰個狀況。但係我覺得其實匯豐成個業績呢，最關鍵嗰個部分呢，其實係喺佢嗰個預期信貸損失。當呢個貿易戰加劇嘅時候，到底佢嗰個壞帳呢個預期信貸損失即係 ECL 啦。簡單理解其實就係銀行嗰個壞帳，到底佢未來會點樣評估呢？呢個呢，我覺得其實對無論係單匯控個投資前景啦，以至係銀行業，甚至係香港整體個經濟表現呢，其實呢個先至係相當關鍵嘅一部分。所以呢，希望可以逐點呢同大家拆解一下。我哋見到呢，成個匯控集團呢，第一季嘅壞帳即係預期信貸損失呢，大概係有9億美元，按年係增加咗2成2。其實都已經反映緊啦，經營狀況呢係出現惡化。匯控自己解釋啦，壞帳增加呢，主要係因為撥備需要提撥啦，以反映嘅係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同埋關稅上導致嘅唔確定性加劇，令到未來經濟前景惡化。而當中呢9億美元嘅預期信貸損失呢，已經計及香港嘅商業房地產市場風險承擔呢，額外提撥咗1億美元。呢個其實都係反映緊我之前不斷出片都有提㗎啦，就係香港嗰個商業房地產市場咧出現急劇惡化，以至係影響銀行壞帳啦。呢個係2025年大家必須要留意嘅一個灰犀牛。但係如果根據匯控管理層艾喬治行政總裁嘅解釋呢，都仍然係有信心嘅。仍然都相信呢係今次匯控未來嗰個預期信貸損失呢，都係仍然可控嘅。我哋留意匯豐香港呢，今次因為匯豐今年呢係重組咗佢嗰個架構業務，變成呢係4大業務架構啦。其中匯豐香港呢係分拆成一個4大業務之一。而單季佢嘅首季嘅稅前盈利呢，就係增加咗1成，按季增加咗1成8。不過當中呢，我嘅焦點呢仍然都係關於頭先講嗰個預期信貸損失。就係即係匯豐香港個壞帳，如果單睇香港個業務呢，其實按年係多咗3成7，去到3.2億美元。呢個都反映緊呢，其實匯豐對嗰個商業房地產市場呢係開始出現咗一啲更負面嘅睇法。而呢個呢，喺匯豐嘅業績入邊呢，其實都係可以反映到㗎。我哋講緊呢，如果大家翻查翻匯豐業績入邊業績公告啦，講緊係第40頁呢，我哋會見到相關嘅內容。我哋會見到呢，喺業績入邊呢，係提出咗對未來經濟前景嗰個假設，到底會出現啲咩轉變呢？咁呢個我
之前其實我記得舊年都曾經寫過文章咧，講呢個匯豐對未來經濟前景嘅假設。咁我認為呢個係相當重要，因為匯豐咧其實都係根據呢個經濟預測嘅模型咧，去決定佢自己嗰個未來壞帳提撥到底會撥備幾多。呢個咧其實係一個風險管理咧相當重要嘅一部分，所以我亦都有當中拆解出嚟。咁但係我記得當時亦都有啲專欄嘅財經文章話咧，我咁樣係小題大做啦，咁認為咁樣只不過係反映匯豐嘅一啲睇法啫，唔值得放大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唔係咯，呢個其實係真係一個匯豐管理層喺佢制定自己業績嘅時候呢，一個相當重要嘅假設，其實係有相當大嘅重要嘅意義，係值得大家呢係特別留意㗎。咁我哋見到呢，如果根據匯豐個基本假設呢，其實預計呢喺2025年全年呢，香港嗰個經濟增長預測呢，其實已經比舊年第四季呢係進一步下調。講緊呢，本來係匯豐預測呢係2025年全年個 GDP 呢係有1.7% 增長，咁但係而家最新修訂呢係只有1.5%。咁而關於大家好關心嘅樓價呢，亦都大幅向下修訂㗎。本來舊年第四季呢，預計樓價呢係會喺2025年呢只係輕微下跌0.5%。咁但係最新呢，經過咗3個月之後呢，其實已經預測香港全年2025年嘅樓價呢係會跌5.3%。咁你見到嗰個向下修訂嘅幅度呢，其實都唔少㗎。咁呢個呢係講緊一個基本假設嘅情景。咁但係匯豐呢，其實亦都有另外3個情景，一個就係正面嘅佢形容係一致上行嘅境況啦。咁另外咧，佢亦都分咗係一致下行。而一致下行入邊咧，亦都分咗2個狀況，一個係基本壞，一個係極端壞。咁我先講咗基本壞先啦。基本壞嘅情況咧係估計咧係香港經濟咧喺2025年開始，直到2027年嘅第一季咧，個 GDP 咧係會下跌4.3%。咁呢個咧係其中佢一個基本假設。咁而樓價咧，直到2026年嘅第一季，即係未來一年啦，樓價就要跌7%。咁而喺佢舊年做呢個預測3個月前呢，其實估計咧個樓價咧係本來只係跌1.9%，咁即係由-1.9%咧，而家調整到係跌-7%。呢個係基本壞嘅狀況。咁如果喺極端壞嘅狀況之下呢，佢甚至預測呢香港嘅樓價呢係要到2026年嘅第3季呢係跌足30.8%，即係跌足30%。而 GDP 呢，香港亦都會跌9.7%，失業率升到6.2%。咁呢啲都在反映呢，其實係經濟狀況喺匯豐嘅預測入邊呢係可以出現極端嘅惡化情況。咁講咗呢啲數字呢，其實唔係冇意思㗎，因為正如頭先講啦，基本上呢個就係匯豐業績對未來經濟前景、樓市預測嘅一個基本假設。而喺嗰個説明入邊呢，匯豐亦都特別提到啦，因應咗美國2月以嚟實施嘅關稅同埋貿易夥伴作出嘅反制措施呢，係增加咗市場嘅不確定性，亦都改變咗全球嘅環境，咁令到咧喺匯豐做呢個基本預測嘅時候呢，其實係出現咗一個幾大嘅轉變。講緊頭先呢係基本假設嘅狀況呢，本來喺舊年年底呢預測係有8成半機會達到嘅，咁但係而家呢，佢係下調到只有7成。咁而頭先講基本壞即係下行狀況1嘅比重呢，亦都係大幅調高到2成半，即係有1/4機會呢，其實會出現匯豐講嘅一個基本下行基本壞嘅情況。咁呢個咧其實唔係一個小嘅數目，亦唔係一個小嘅調整。呢個其實反映緊呢匯豐而家預期啦，喺未來呢一年呢，其實嗰個經濟狀況呢可以係急劇惡化得好快。而呢個亦都反映咗呢喺佢嗰個業績預期上，包括佢嗰個壞帳撥備係做咗相當大嘅調整。咁呢個呢，其實無論投資者以至係市民喺了解呢個經濟狀況之下呢，其實都需要係即係詳細去了解當中後邊嗰個假設。
我唔係話呢啲假設一定會發生，咁但係正如匯豐自己都有提，呢啲而家經過咗呢一年呢幾個月嗰個關稅嗰個狀況呢，其實經濟前景嗰個不確定性呢係大幅增加咗。咁之前預計嘅一啲正面或者係利好嘅基本立場呢，其實而家呢已經可能出現咗一定嘅變化。咁所以咧，呢個對大家嘅投資，包括係股市、樓市方面呢，其實都有好大影響，係需要大家呢係比較關注一啲㗎。咁今次業績呢，因為恒生銀行就冇季度業績啦，所以就冇反映到喺今次嗰個盤數入邊。咁但係正如匯豐自己都有提啦，恒生嘅業務其實都已經反映咗喺匯豐香港嘅整體業務入邊，而當中頭先講到預期信貸虧損呢，亦都係大幅上調咗。咁呢個其實反映緊呢未來呢一年呢啲商業房地產市場嘅惡化呢，我相信先至係真正關注嘅重點，而唔係再匯豐到底仲會做幾多回購，佢對未來嗰個盈利預測會係點樣？呢啲呢，其實可能都唔係最重要，仍然最關注嘅都係商業房地產市場惡化嗰個狀況會點樣影響到匯豐整體嘅表現。好啦，今集暫時拆解匯豐業績去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有其他嘅內容想再討論嘅，歡迎喺下低留言啦。咁亦都希望未訂閱呢個頻道嘅朋友可以 like、share、subscribe。我哋聽日再會。